迎收听6月23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诗篇67到68篇，与拯救的路径有关。有一条船因为发生了故障，即将沉没。在这艘船上的船长呢，就吩咐他的大副说：“你去叫乘客弃船。”结果这大副去了之后回来，他报告长官说：“长官，我请他们弃船，但没有人愿意下去。”船长只好自己亲自出来解决。没有一会儿，船长就回来了，而且他跟这大副说：“我们也可以走了，因为所有的乘客都下去了。”大副很惊讶地问：“你是怎么劝他们的？”船长这时候就说啦：“我对英国人说，作为绅士，他们应该做出表率。”于是英国人就全都下去了。我对法国人说，那是很潇洒的。于是他们也都跳下去了。我对德国人说，这是命令。于是他们也跳了下去。接着我对伊拉克的人说，这是真主和将军的旨意。他跳下去的时候，甚至没穿救生衣。大副敬佩的五体投地，就说：“太妙了，太妙了！可是长官，那些美国人是怎么愿意下去的啊？”于是这船长就说：“我告诉他们，他们都有买保险。”于是他们就都跳下去了。在这个故事当中，你听出了什么？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了每一个人他被拯救的路径是不是有一些不同呢？一样是弃船得救，但每一个人愿意弃船的原因不一样。在这里，今天我们看到这两篇诗篇，让我们发现以色列人他们献上的感恩，是在他们的处境以及在那个历史里面的背景。一路从67篇，诗人仿佛希望全世界都知道这位主他的救恩是如此的需要分享，因为上主太好了，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。他献上感恩，他将他认为这最美好的信仰用诗歌向大家来分享。来到了68篇，更是接地气的让我们看见什么原因他们要这样来颂赞主。因为主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为他们量身定做那解救的路径。今天的你和我是否也有被预备这被解救甚至得胜的路径呢？今天RPG 祷告的经文这样说，在诗篇68篇19到20节，要颂赞主，因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。他是拯救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是拯救的上帝。他是上主，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主。当我们刚刚在说故事的时候，似乎我们对不同国家的人都有许多的标签。一个标签可能代表的是这个民族的特质，或者是这个国家所倡议的美德。然而诗篇当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人对上主的标签，而是人在与上主同行的过程中，因着认识到这位主怎么样带领跟预备，所以他们所说出的不是标签而已，而是这位上主他真实的属性。他按着他的公义掌权，带领诗人，在他的历史，在他的背景当中，使今天一篇一篇的诗歌成为我们看见的美好见证。
在诗篇68篇当中，第1节就讲到，上帝起来赶散他的仇敌，恨他的人都从他面前逃跑。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一位起来征战的主，而且这一个第1节是在什么时候使用的呢？其实就是在摩西他们带领百姓在旷野，每一次被云柱火柱带领的时候，要拔营去到下一个地点，上主就让他们透过这个诗歌再一次表达他们的信靠。这个时候是一个得胜的宣告，这个得胜的宣告真的是有一个历史的脉络哦。我们从诗篇68篇一路看下去，我们就看见，不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不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，甚至到以色列人建国之后，还有当然就是在他们离弃上主，失去自己的国家，被掳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诗篇不会是在那个旷野的时候写的，不会是在后来这些朝代的时候写的，而是在之后世世代代，如果我们知道诗篇的作者其实是很难考究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知道，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见证，不只是因为当时的记载，更是因为世世代代经由他们的口所说出来，那关于上主是一位什么样的上主，他带领你带领我都有不同恩典的路径，然而他的心意就是要帮助我们，要拯救我们，也是唯一能够救我们脱离死亡的主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诗人不断的讲到，上主好像一位元帅，他好像一位战争的将领，他能够打败一切仇敌，而且他所拣选的，在人看来呢，这锡安山其实在我们如果知道以色列的话，锡安山是一座不高的山，然而上主却拣选他，上主与他们同在，不是在乎这座山所代表的这些人民他们有多少能力，他们有多少智慧，而是在于他拣选他们，他做他们的主，他们信靠上主，所以在这样子的同行同在中，人因此得到救恩，人因此得到胜利，因为唯有主是永远得胜的。这对今天的我们来说，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提醒跟帮助呢？诗人颂赞上主透过67、68篇，让我们看见到上主拯救人的路径，真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这是以色列人的路径，然而我们在其中却也因此而认识我们的主，他掌权，他是公义，而且他有审判，他用他的方法超乎人的智慧来带领人，但他也为人预备一切所需要的，甚至超乎所求所想。所以诗人感恩，诗人颂赞，诗人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上主，因为他经历了这恩典拯救的路径。而今天我们也来回想，到目前为止，到今天，上主从过去到现在如何预备和带领你和我，他为你跟我预备了这量身定做的恩典之路，我们走在其中吗？我们看见仇敌他们没有要走在其中的时候，最后就像一开始的经文所说的，他们像烟被吹散，像蜡被融化，而且最后诗人这边还讲到这其实是一种旧约的引用，他说好使你们从他们的血河中走过，你们的狗要来舔他们的血。在这里讲到的就是敌人，而且不是与我们为敌是与上主为敌的敌人，他们最后的结局。然而走在这上主道路里面的人，却是经历他的拯救，而且不仅是被拯救，
主还要担负我们的重担，而我们愿不愿意全心来信靠呢？我们愿不愿意不偏左不偏右走在其中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向你献上赞美，因为你显明你的能力，在历世历代的历史中，让我们认识你是掌权作王的主，而且今天仍然在对我们说话。主，你掌权作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但主你也邀请我们，要我们走在这公义、这慈爱、信实、怜悯的道路中。恳求主帮助我们不偏左不偏右，每当读到诗篇的时候，是再次感恩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不偏左不偏右的辛苦，这不偏左不偏右的代价，主啊，你亲自为我们承担，并且主，你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救恩，使世人都来认识你是掌权作王的主。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，你带领你的百姓不仅是得救，而且应许要得胜。我们这样感恩献上赞美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愿上主赐福你，也经历并且数算上主带领你走那恩典的路径，每一步都是祝福，每一步都有上主美好的带领。我是世倩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